又到返工時間啦，要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啊！先睇啲特別嘅交通情況。運輸署宣布，因為長沙灣3級火警，福榮街介乎永隆街同埋東京街之間全線已經封閉。咁經過嗰頭都要留意。呢一節首先睇下新界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吐露港公路近科學園，見到出九龍東、中同埋西方向都係交通繁忙，出九龍中同埋西要17分鐘，出九龍東就要14分鐘，要預返足夠嘅時間出門口啦。跟住轉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啟福道北行線近油站，用紅隧過海係交通繁忙，要19分鐘；而東隧暫時行車暢順，要13分鐘。跟住轉睇埋港島方面嘅交通情況。香港過九龍，行堅拿道天橋北行線近香港仔隧道出口，用西隧、紅隧同埋東隧暫時都係行車暢順啦。再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有車龍。漆咸道近公主道交通繁忙，窩打老道歌和老街路暢通，公主道亞皆老街暢通無阻，龍翔道清水灣道交通正常。交通消息睇到呢度。